大家好，我係心齋。我唔餓，但我就係想食，唔靠意志力節食。科學家教你擺脫唔健康嘅飲食習慣。想食零食嘅時候，多諗一下。渴望食物唔能夠同一般嘅飢餓感混為一談。飢餓嘅重點在於攝取熱量。食咗東西之後，飢餓感就消失。渴望則係着重於對某種特定嘅東西咀饞。我嘅肚子咕嚕咕咕叫，我諗我應該食啲嘢。我而家一定要食朱古力。呢兩者天差地別。你想食嘢嘅時候，到底係屬於邊一種呢？國際知名嘅神經科學家賈德森布雷爾要教大家修復同埋食物嘅關係，養成開心食亦無罪惡感嘅飲食習慣。科學界最常使用嘅量表係食物渴望問卷 FCQ。食物渴望特質問卷則係測量通常情況之下嘅食物渴望頻率同埋強度，包括以下項目。第一，我發現自己滿腦子諗住食物，一旦我屈服於食物渴望感，就會完全失控。第三，食物渴望感總係會讓我想方設法得償所願。第四，假如我渴望某種東西，就會被食嘅念頭所吞噬。請注意，最後一題甚至突顯出我哋有多常使用食物類比、形象同埋名譽嚟描述我哋嘅心理狀態。食嘅念頭吞噬咗我。食物渴望狀態問卷測量嘅則係呢個當下此時此刻嘅食物渴望強度，涵蓋咗以下項目。我而家有食一種或以上特定食物嘅強烈慾望。我而家渴望一種或以上嘅特定食物。第三，我有一種衝動想食一種或者係以上特定嘅食物。你可以喺呢一份食物渴望問卷睇到其中嘅強烈慾望、渴望同埋衝動都係相當模糊嘅概念。以大腦角度嚟睇，暗示或者係觸發點導致前額葉皮質同埋腹質紋狀態分泌多巴胺，好可能仲有其他神經化學物質，例如腦內啡，因為我哋預期食某項食物就能得到獎勵。腹質紋狀體包括依核。呢個係大腦獎勵系統涉及嘅核心區域。喺意料之外嘅事情發生嘅時候，多巴胺係會率先分泌。呢個係增強學習，幫助我哋記住食物來源地嘅方法。當我哋記住去邊度揾食物之後，多巴胺就會從提醒食物來源地轉為敦促我哋去攞呢啲食物。呢個就係不安、難耐嘅渴望產生嘅由來。我哋腦中一諗到朱古力，接住就渴望想食。嗰個只不過係一個念頭而已。一旦我哋明白自己鍾意食朱古力，或者係任何慾望目標，多巴胺就會催促我哋離開梳化，走入廚房。多巴胺就講啦：你知道你有幾鍾意朱古力㗎啦？你而家仲等咩呢？快啲去攞！請注意，鍾意同埋渴望之間嘅巨大差別。我哋嘅大腦老早將呢兩種程序區分開嚟。愉悅亦即係我哋對一種食物嘅喜愛程度，已被連結到依核嘅享樂熱點。呢個可能涉及腦內啡同埋內源性大麻素。呢個腦部化學物質係會同鴉片類藥物同埋大麻素受體結合，
亦就係同海洛因同埋大麻結合嘅相同受體。內源性大麻素喺1990年代被發現，有助調節諸多生理功能，從食慾、消化、疼痛感、情緒到睡眠。或許你都聽過所謂嘅跑步高潮，喺痛快嘅跑步即係劇烈運動之後，會出現一種愉悅感，感覺天人合一。研究人員認為呢個係因為腦內啡嘅分泌，但係近期研究發現，比起中意，多巴胺同渴望比較有關，推動我哋起身去攞嘅多巴胺，促使我哋採取行動。請花一啲嘅時間探索你中意同埋渴望之間嘅差異，諗諗你中意嘅食物種類，佢會自動觸發而家就喺度食嘅衝動嘛？或者你可以保持喺只係中意嘅感覺。究竟滿足係嚟自於零食本身，定係嚟自於解決咗一睇到零嘴就自動要食嘅衝動？渴望嘅感覺可謂捉摸不定，你好可能好難注意到渴望係乜嘢感覺。仲記得傑克每一次都要食一大堆嘅玉米堅果嘛？當我問佢點解會一直食個不停，佢回答：我會得到短暫嘅滿足。不過佢回答嘅方式讓我忍唔住諗，究竟滿足係嚟自於食零食本身，定係嚟自解決咗一睇零嘴就自動要食嘅衝動？傑克嘅例子展示咗我哋觸發去食東西應該點樣解決。我哋可以將覺察帶入呢一啲時刻，飢餓信號發自胃部，所以將你嘅意識放喺胃部，然後自問一個簡單嘅問題：我餓嗎？不過唔好強迫自己唔好食嘢，想食就食吧。但係喺食嘅時候要密切注意，呢個時候食物係直接掉進空蕩蕩嘅胃袋，提醒你已經好耐冇食嘢啦，定係默默進入已經好滿，至少唔係空蕩蕩嘅胃部呢？唔好去想，而係去感受，向內感受你嘅身體。傑克嘅任務就係呢個，佢開始注意到自己亂食零食嘅行為。喺佢第一次回診，亦就係初診嘅2週之後，傑克同我講佢最近一趟開車出遊嘅情形。佢同太太結束度假並開車回家，佢嘅太太打包咗一啲杏仁當作沿途嘅零食。佢好鍾意食杏仁，佢持續留意住自己係餓啊，定係出現自動化進食嘅衝動？佢真係想食嘛？佢睇到杏仁，但係冇自動化去食，而係不斷審視自己係咪餓。2小時之後，佢注意到自己餓啦，於是佢食咗幾粒，就少少幾粒而已。本文摘錄自我不餓，但係我就係想食。21天計劃打破假性飢餓同埋自責愧疚嘅迴圈，鬆綁你嘅飲食焦慮。作者賈德森·布雷爾，時報出版。多謝收聽，聽日見啦，拜拜。